四殿下连日来在海上颠簸，臣为四殿下与公主准备了下榻之所，四殿下可在居北镇歇息几日，再行开拔。季承背井离乡多年，恨不得即刻启程回到天启，祝拜皇兄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容臣等接驾，稍作准备，明日再行开拔，前往天启城如何？啊，那有劳了。恭送四殿下。四殿下，请。臣西平港刺史陈赫然，臣摄生校尉方卓英，参见公主殿下。免礼。公主长途跋涉，路途劳顿，臣为公主准备了下榻之所，公主先行歇息，明日开拔天启城。仅凭陈大人安排。公主，请。收。你看那公主，虽然遮着脸，但那身段、那气度，明显是一个大美人。你说她这么好看，干嘛要遮着脸啊？公主身份显贵，且在闺中，那是自然。我看她那头饰啊，得有10几斤重，脖子都压弯了，还是当男的好。还是。你呀，就算是头上戴着那金饰，也没人看你。风如